在國內開手錶廠的70幾歲男士，由太太陪同到來我們辦事處，尋找性價比高的聽力方案。男士平常工作環境非常嘈吵，導致聽力衰退。男士工餘時間是一個兼職中醫，知道聽力衰退冇得返轉頭，所以到處尋找聽力方案，幫助改善聽力，替男士做聽力檢查。結果是左右耳重度弱聽，給男士試用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，室內360度視機效果非常理想。咁啊，中午飯食乜嘢啊？叉燒加蛋飯。有冇飲咖啡奶茶？冇。你唔飲咖啡奶茶㗎？因為今朝飲咗。哦，咁啊，今朝早餐食啲乜嘢呢？今朝早餐呢，食嗰啲炒蛋、魚柳、麵包。哦，咁係飲咖啡定係飲奶茶啊？飲檸啡。檸啡啊，佢幾刁鑽喎。咁啊，咖啡加檸檬。咁啊，你住邊頭㗎？亦都覆返嚟。聽得我講嘢清唔清楚啊？都 OK 啊。外出在繁忙街口試機，男士太太跟他談話，男士聽得非常清楚。男士決定購買我們這款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原來男士退休後是有名的油畫畫家，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退休畫畫生活更多姿多彩，生活愉快。